今日又跑馬啦！唔知點解今個禮拜又跑星期六呢？我冇理啦，星期六。不過今日我睇嗰幾場馬就有啲冷門，因為好多馬未跑過，咁又跑泥地添。有啲馬未跑過泥地，咁有啲呢就新馬第一次出，咁我覺得有啲冷門嘅幾場。咁啊3T 就4、5、6場。咁另外呢，有個 Jackpot 嘅 Marty 呢，就第9、第10場第5口，有成1500萬㗎。咁我揀咗個口 Marty，咁啊變咗5場、4、5、6場同埋90場。咁啊大家參考下睇下啦，因為有啲冷門。冷門嘅新馬嗰隻莊家班，我幾中意㗎。我覺得呢隻馬冷門唔錯㗎。另外仲有隻冷門就係第6場嘅機械之星，呢兩隻新馬再講下第5場嗰度元智多寶，又係新馬嚟嘅。呢3隻馬呢都係第一次跑，但我睇落就唔錯，幾隻馬都咁啊有分頭啦，起碼咁啊呢啲馬就好多時呢馬就係你第一場見到好唔搏，有分頭唔搏，佢呢一場搏唔到跑個位置返嚟，下場就一定係熱門㗎啦，又係唔使買。如果搏唔到或者影都冇嘅，即係馬唔夠啦，下次你都係唔使買可以。咁所以就係搏呢場啦。見到好嘅馬有錢分，搏咗呢場。我賭新馬嘅原則就係咁㗎啦。咁而家呢一場見到真係 fit 好嘅有錢分，不妨買多少。跑得近嘅贏唔到冇計。咁如果跑得近嘅話呢，咁你下次你睇啦，睇下咩環境啦。分鐘下次變到大熱門，咁買唔買都冇乜所謂㗎啦。如果跑落去影都冇嘅呢，下次都唔使再買住㗎啦。睇一輪先啦，等佢跑多幾場，睇下隻馬點先。所以咧新馬呢，通常我哋見到好呢，我就會搏一搏。咁今日嗰幾場都好多新馬嘅，咁我就呢幾隻新馬，第5場8號嘅元智多寶，第6場7號機械之星，同埋第10場嗰隻莊家班。咁莊家班呢，我就愛嚟做腳啫，就唔做膽。咁另外嗰兩隻呢，我再嚟做膽嘅。咁睇下今日啲心水，你哋啱唔啱啦？睇下會唔會中翻啲冷門嘢啦？